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係孔繁漢牧師，願主嘅平安與你哋同在。喺邀請親朋戚友參加佈道會嘅時候，點樣回答以下嘅反應呢？我可以因為你嘅緣故出席佈道會嘅，送3個鐘頭嚟陪你啦。不過我係唔會信耶穌噶。從咁樣回答嘅語氣聽得出，呢個親戚或者朋友同我哋嘅關係本身一定相當之好噶啦。嗱，我哋可以考慮用以下嘅角度嚟到回應對方嘅。真係多謝同埋欣賞你夠坦白，我聽得出你係一如以往咁樣支持同埋接納我嘅。我當然尊重你嘅個人選擇啦。無論如何，我都珍惜你呢一份真誠又支持嘅心意，而我都正係想同你分享我喺人生裏邊體驗到係好好係重要嘅。有咁好嘅嘢，點會少你一份啊？嗱，咁就一於到時一齊去睇下、聽下、諗下我哋嘅人生去邊度好。嗱，到時我哋約埋一齊去啦。嗱，就係咁樣啦。記得喺約翰福音第1章第44至46節，腓力喺跟隨耶穌之後，就同拿但業分享信仰，而腓力只係好簡單回答拿但業一句：你來看 ，Come and see。而原來其實耶穌之前已經見到認識拿但業噶啦。使徒彼得喺彼得前書第3章第15節鼓勵信徒，只要心裏奉主基督為聖，尊他為主。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理由，要隨時準備答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嘅信仰生命其實就好似一條橋，可以讓到其他人接觸到主，而主自然有佢為你嘅親戚朋友美好嘅預備。點樣邀請，點樣回答，一切先由心裏奉主基督為聖，尊他為主嚟到開始。主係會幫助我哋，使用我哋嘅。阿門。去邊度好？帶未信主嘅親戚朋友一齊去香港島教區佈道會2025。去邊度好？5月17號下晝3點鐘，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見啦。